这群孩子的产业，让我们的教会因着这群孩子有不一样的活力，也有不一样的参与在其中。我想我们平常在主日，特别是大人的主日礼拜，我们都是就是一群大人，一群成人。那这群孩子，他们跟主日学老师通常都是在对面教育中心的地下室，他们有主日学的时间，所以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跟这群孩子一起礼拜，跟这群孩子可以一起分享。我们也透过这些孩子他们的所唱的诗歌，他们带我们的祷告，他们的敬拜，以及等下我们也听到这些孩子他们的见证，以及最近这一年当中主日学所做的服事，他们所做的事工，也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感受到我们的教会因着有这一群主日学的老师跟学生，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不一样的活力，也看见信仰的美好。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不论我们现在是大人，或者是我们是小孩，都让我们可以一起享受在上帝美好的赐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主日，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现在几岁，让我们今天也可以像是一个小孩子一般，单纯来到你面前，全心的依靠你。求主你祝福我们早晨的敬拜是一个荣耀的敬拜，也愿你赐下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以前人家会常说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在现在，特别是台湾，我们发觉，台湾的生育率很低，所以现在反正变过来，应该是“家有一小，如有一宝”才对啊。但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好多宝哦，我们教会有蛮多宝哈，这一群是我们教会很棒的宝贝。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这些孩子，我们看为宝贝，而且我们非常的非常的保护他们。一方面是因为生的少，但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孩子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照顾，很需要我们陪伴他成长。不论是在他们的生理上的成长，更重要是在他们心理上、他们信仰当中，我们可以去陪伴他们、支持他们。当然，你的孩子可能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可能不是参加主日学这个年纪，但我们仍然也一起关心我们教会的这群孩子，一起关心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事工、儿童事工，关心这群老师，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为他们祝福。我说现在我们看小孩子好像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宝贵，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少。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却不是如此被看待。耶稣那个时代的小孩，他们被看作是非常无助、非常软弱，甚至很常被忽略的一群。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看到5饼2鱼的神迹，他所记载的没有记载小孩跟妇女，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观念，他们觉得这些孩子没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什么办法对他们民族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时的孩子在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眼中，他们的文化，他们可能认为，这些孩子，相较起来是比较无助软弱的，甚至他们是比较被忽视的一群人，跟我们现在好像不大一样。我们现在觉得孩子哇很棒，然后是祝福，是很单纯可爱的，在当时却不大一样。但是有趣的是，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却有超过1000多次提到孩子，有关于孩子这件事情。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也很多跟孩子有关系。耶稣在行神迹，实际上有很多跟孩子有关系。而且当你认真在看圣经，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也跟祝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群的孩子在我们当中。这群孩子让我们看见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神迹可能再一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让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奇妙。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透过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说，在属于上帝国里面的是属于一群的孩子。他说，在上帝国里面是属于一群的孩子。当然，以生理年纪来讲，我们多数人已经超过孩子的年纪了。我们已经超过孩子的年纪，但耶稣为什么如此说？他为什么说上帝国是属于孩子的？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思考，我们一起来想，这个孩子，耶稣在说的孩子到底是什么？第一个，
我们来思考的是，让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带领、引导这些孩子，在耶稣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带领跟引导这些孩子，是耶稣看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0章，有一些人带着孩子来找耶稣，那请耶稣来要摸他们啊，请耶稣摸他们，为他们来祝福。但是门徒却很奇怪，就是看到这些孩子来了，门徒丝毫没有开心呢。门徒却怎么样？责备那些父母，责备那些孩子。哎，你们怎么可以来？耶稣可能在讲道，耶稣可能在医病，耶稣可能在赶鬼，你们怎么可以来打扰耶稣？但是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让这些孩子来。”而且你看，圣经描写耶稣是生气的。他说：“耶稣非常生气的跟门徒说什么？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于是耶稣抱起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摸他们，给他们祝福。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为何看为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也应当要去学习的。第一个，耶稣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说：“让孩子来这里，不要禁止他们。”你发现耶稣看到了这件事情，看到什么事情？当有人要带着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但却被阻止的时候，耶稣生气了。耶稣生气了。耶稣说：“让孩子来这里，不要阻止他们来。”其实你认真看圣经，特别新约圣经，很少看到耶稣生气。看圣经，你都看到耶稣是很慈祥、很慈爱，然后很怜悯，然后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你很少看到耶稣生气，但这里耶稣却生气了，而且跟谁生气？是跟着耶稣身旁这些门徒，耶稣对他们生气耶。耶稣对着这些人生气，跟他说什么？让他们来，让他们来。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我想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成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不见得是主日学的年纪，可能不是这么小，可能是不是幼稚园、国小，可能我们孩子已经国中、高中，甚至也有时候可能也更大了。但是一样。耶稣说：“让孩子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让孩子来到他的面前。”特别当一个孩子慢慢长大，开始要进入国小、国中的时候，有许多的家长会选择一件事情：哇，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竞争，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挑战，我的孩子一定要想办法比别人优秀，孩子一定想办法比别人好，才有办法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出一个比别人更有能力的办法。于是可能就牺牲了一些时间，可能在可以来到跟上帝亲近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可能选择了要去补习，选择要去上课，选择要去做更多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事情。我并不是说这个补习不好，或者是就不要读书，或者是这些能力又不重要，并不是，而是我们要找着一个正确的方式，找着一个正确的方式。耶稣说：“让孩子来到我这里来。”我们如何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如何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的命令。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但是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在成长的时候，他的信仰也陪他一起成长，我想他的生命会更加的不一样。第二个，耶稣也说要引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耶稣说：“让孩子来到我这里来。”还记得是一群父母带孩子过来的。经文说，一群父母带着孩子来，要给耶稣，让他来祝福。耶稣说不要阻止他们，耶稣说让他们来。原文的意思是准许他们过来到这个地方。任凭这群孩子来吧，耶稣说就是来我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更重要是谁带他们来？是父母带他们来，这些阿公阿嬷，这些爸爸妈妈，甚至是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啊，我的孩子这些也不是我的孩子啊。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他们属灵的父母，我们是属灵的阿公阿嬷，我们是他们属灵的长辈。我们也要一起帮助这些孩子，带领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带领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已经说：“我允许他们来，任凭他们来吧，来多少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给他们正确的方向，要往哪里去？带这些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再来，我们要给予这些孩子生命的祝福。我们不是只有把他们带来而已，
我们要不断的祝福他们，不断的去鼓励他们。一开始的经文说，这些父母带孩子来，因为要给耶稣摸他啊。台语的圣经他说，他直接说耶稣给因画手祝福。好，我们刚刚读的是这个摸他们哈。在当时的习惯是，只要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到有名的老师面前，然后请这些老师为他们的孩子祝福。所以可能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他们的孩子生日了或是他们就带到耶稣面前给耶稣祷告。你看见这些父母做一件事情，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来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很大的，给他们孩子一个生命的祝福，而他们选择寻找耶稣给他的孩子最大的祝福。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看了这么多的孩子来，他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抱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摸他们，一个一个的按手，一个一个的给他们祝福。我们刚看中文的圣经，他说摸，事实上摸就是指按手的意思。耶稣看到这些孩子来，就一个一个给他们按手，一个一个按手，一个一个给他按手，而且耶稣不停的祝福。我们看圣经上之写说，耶稣感应救后，给他们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在原本的希腊文那是不停止的祝福。耶稣给他们的祝福是不停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给我们主日学的孩子，给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不停止的祝福？我们有没有给他不停止的帮助？我们有没有给他不停止的鼓励？特别是这群年幼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的生命现在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正开始在书写，开始在画自己的生命的过程、信仰的经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祷告？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像这些老师们一起参与在主日学的服事，每个礼拜陪伴这些孩子，但是你仍然可以祝福他们。你也可以为你家里当中你的孩子，为你的孙子，为了你的侄子，为你家里的这些孩子，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给予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鼓励。所以我想，耶稣让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在这些孩子身上可以做的，引导他们来。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这是耶稣的命令，让孩子来，引导他们来，而且给予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而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他也说，让这些孩子来，但这些孩子来要做什么呢？耶稣也同时教导这些已经是大人的门徒，你们要跟这些孩子一样啊，跟这些愿意来的孩子一样，你们要一起成为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也说，回转变成小孩子，这是一个进入上帝国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10章15节，耶稣如此说：“你们要记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马太福音我们刚所读的经文，耶稣也如此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像这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在天国里是最伟大的。”耶稣不仅祝福这些孩子，也告诉这些已经是大人的，不要忘记，其实你们也曾经是小孩子过哎。虽然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成人了，但是不要忘记曾经是孩子过。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回到像那个孩子的样式。”但回到那个孩子的样式，并不是如一开始所说很软弱、很无助，而是耶稣说要回到一开始很像孩子单纯的依靠，像孩子那个很单纯的心，单纯相信的心。耶稣说：“上帝国像小孩子一样，上帝国充满小孩子这样很单纯的本性。”耶稣说：“上帝国是属于这样子的人。”耶稣说：“上帝国是属于这样子的人。”而什么是上帝国？上帝国事实上，耶稣在讲的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中心，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权。你愿意降服，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跟旨意。我想这是耶稣在告诉门徒的。而第一个，我想耶稣也在讲为什么要像孩子。第一个，我想孩子是非常单纯信任的依靠，孩子非常单纯信任的依靠，而且他们愿意去实行。我想孩子有个很大的特色，就他们很单纯，他们很愿意去接受，很愿意去依靠，很愿意去相信，甚至很愿意去分享。我想当大家还是孩子的时候，回想一下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没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还小，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必须很多时候可能要依靠我们的家人，可能要依靠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很多事情。
但是耶稣说，人必须要再次的回转像孩子一样，就好像你依靠你的父母、依靠你的家人一样。耶稣说，必须要很单纯的回到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一样。有时候，当我们越成长的过程，越来越经历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而且克家己上好，啊，而且克家己上好啊，家己自己很有经验的，自己很有能力的，是而且克家己上好。但是耶稣说不，必须要回到像孩子一样的很单纯的心，很单纯的心，很单纯的心，依靠，在不知道的时候也依靠，在需要的时候也依靠，在这样的单纯信任当中，也让人家看见。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少？前阵子我在跟有一个牧师娘在跟我分享，我们一个主日学的孩子啊，跟他的女儿同班。那他这个牧师娘跟我说，有一天他们的导师啊要有一个手术啊，要进行一个手术。那于是我们这个主日学的孩子，他就跑去找那个牧师娘的小孩，跟他说：“哎，老师要开刀怎么办啊？我们一起写一张卡片给老师，我们一起写一张卡片给老师。”然后为老师祷告，为老师祝福，求上帝祝福他，帮助他。哇，你看孩子的心非常的单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哇，看到老师要开刀，但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找那个可以依靠的上帝，为他的老师祝福，写卡片给他的老师。我想第二个，耶稣也让我们看见孩子有一个很重要，也是耶稣说的。耶稣说，要谦卑的心。耶稣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自认不足的谦卑。耶稣说要回转像小孩，变成像小孩。事实上，回转事实上指的就是一个人转身的动作，一个人转身的动作。当耶稣在说这段话的时候，门徒前面发生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吵说谁是最大的。12个门徒在路上吵啊，我是最大的，我是最大，我跟耶稣最久，所以我要当最大，我要当第一个。但耶稣说：“哦不，你们都走错了方向。你们在争谁是最大的时候。”耶稣说：“不，我要找的是那个很愿意谦卑下来，不是那个以为什么自己都行，不是那个以为自己什么能力都很强的人。”耶稣教导这一些自认很成熟的门徒，必须要谦卑下来，放下那个很骄傲的心，如同孩子一样。我不行，我必须要去找人帮助；我不行，我必须要去找人来依靠。耶稣说要回转像孩子一样。有时候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年纪越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那个当孩子时候的初心，有时候我们会忘记那个当孩子的感觉，因为这个社会不断的改变我们，不断的转变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好像要更适应这个社会，让我们不再那么的孩子性，不再让我们这么的小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然保有那个小孩的部分，我们也曾经是小孩过。今天是主日学的主日，可能在座有很多人，你曾经参加，在你小时候你也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我不知道你对儿童主日学的印象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儿童主日学当中，你所学习到、所经历到的事情是什么？可能你有可能有些人没有在小时候没有在教会长大，你可能是已经成人了，你才这个受洗加入教会。但是当你来到教会，你看到教会有这么一群小孩子在那边唱歌、敬拜、读经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想上帝国是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一群非常单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不要忘记，我们也曾经是孩子过，我们也曾经像这群孩子一样，这么的单纯、这么的天真、这么样子的依靠。不论过去你曾经在主日学，或是你小的时候，你一定有这样子的初心在。小时候我也是在主日学长大的，我也在主日学长大的。大家可以找到我在哪里吗？中间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衣小男孩啊 ，OK，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国小1年级还是2年级吧？哈，国小1年级还是2年级哈。小时候我也在主日学长大，我也在主日学长大当然不是在我们富强的主日学长大哈，在其他教会。但在小时候印象中，主日学让我觉得是个很开心的地方。主日学让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每个礼拜要去主日学都很期待说，今天要唱什么歌？很期待今天可以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很期待这礼拜会有什么游戏，有时候也甚至期待这礼拜有什么好吃的啊。这对我来讲，哇，其实他主日学是个很棒的经验。到我现在已经是成人了，我现在在回想，哇，主日学是一个让我在那边听到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在那里让我认识了很多信仰的经历，
让我去在那个地方很放松、很单纯的时候。不知道你对你小时候的印象还有多少？不知道你对你小时候，你还是孩子，你在主日学当中的经历有多少？我想我们的富强教会也是个非常好有主日学、有儿童事工的教会。最近教会也要迈向50周年，所以也开始在整理一些以前过去的照片。这个应该是1995、96年吧，啊，你看到在快30年前啊，教会就开始有这样主日学的夏令营，开始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或许现在已经长大了，啊，或许也都已经长很大了哈，但是你会发觉过去有一段孩子，啊，过去有一群孩子也是这么的单纯，这么的依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享受这个上帝国。1999年，啊。这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好，一直到现在，今年2023年，我们刚结束主日学夏令营，有这么一大群的孩子在这个地方一起享受、经历上帝，在这个地方一起享受什么是上帝国。接着有一段的时间，我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周报里面，你有一张白色的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的周报里面就有夹一张白色的纸啊。给大家回想一下啊，给大家回想一下。我说上帝国是属于孩子的国度啊。我们都有孩子过。不论你有没有参加过主日学，或者是你在教会当中看到这群孩子，我想邀请大家可以画下你小时候的样子。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吗？还记得你小时候那个孩子很单纯、很天真那个孩子的样子吗？我邀请你，你也可以画下你小时候你参加过主日学，不管在什么教会哦，教会主日学的印象啊。当然你说啊，我不会画画怎么办？啊，没关系，你也可以写下你觉得对这个教会的儿童的期待，在这个孩子的国度当中，这个小孩的国度当中，你期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你期待这群孩子在这个教会当中，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经历到些什么？好，所以我花一点时间，你也可以思想，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也可以想想看，哎，对，我怎么已经忘记我过去是孩子的样子？耶稣说要回转像孩子一样。那什么是孩子？对我来讲，什么是孩子呢？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你也可以画下来，你也可以写下来。若你愿意的话，你写好或你画好，你可以把后面的这个胶带撕起来，你可以拿来前面的这个板子上面贴哈。这有些是第一堂他们弟兄姐妹所画的哈，也是第一堂弟兄姐妹所画的。好，如果你没有笔的话，你可以举手啊，旁边有我们的老师们跟我们小朋友会把笔给你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周报没有那张纸的话，没关系，你举手啊，他们也会拿给你。OK， 好，大家回想一下，然后也想想看，哎，对耶。我还是这个小孩的时候，我还在参加主日学，或者是有人是参加音乐班的啊，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你过去你的回忆是什么？我也找到那个孩子，我还有那个孩子当中的那个单纯，孩子当中那个很单纯的依靠，单纯的相信吗？好。如果5楼弟兄姐妹你不方便走下来的话，你可以直接贴在您四周围您看到就会方便的柱子上，或者是墙壁上也没关系。
如果你已经写好或已经画好，我邀请你可以来到台前，把你所画的、你所写的，可以把它放到台上，可以把它贴到台上。如果你现在真的想不到要画什么，或者是不知道写什么，也没关系哈。不过你可以静静的想想看，过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过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过去我是孩子的时候，我经历了什么？但可以的话，我鼓励邀请你可以写下或者是画下你过去你自己的孩子的样子甚至你可以写下对教会、对这些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写、没有画，没关系，拿这两块板子仍然会放在前面，好，仍然放在前面。你可以任用等下礼拜结束的时候，你把你所写的或你画的放到前面。刚刚当你进来到礼拜堂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旁边，特别在4楼，两边的柱子跟后面的墙壁上有贴了一些这些孩子们主日学孩子跟一些老师他们所画他们自己的自画像。这些孩子他们画出他们现在的样子，画出他们现在在主日学的样子。刚在台前，刚第一堂的时候，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也画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在主日学的样子，或者是在教会的样子。我们第2堂有些弟兄姐妹也有画。我想这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正一起在经历上帝国的同在，他们一起在这个孩子的国度当中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有些人贴上你自己画的，不要忘记你也曾经是个孩子。现在这个时代是孩子，过去的你也曾经是一个孩子。上帝国是属于这些孩子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孩子，但是都同属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是否愿意像这些孩子一样，就很单纯的依靠呢？很单纯的信靠，很单纯的相信呢？因为上帝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回想起，再一次也可以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耶稣说，接待这些孩子，服侍这些孩子，也让我们信仰可以更加的经历。接待服侍这些孩子，也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更深的经历。刚所读的经文，耶稣说，为了接待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耶稣说，为了我而接待这样子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我们知道接待孩子就如同是服侍神一样。接待孩子就如同像服侍神一样。当我们在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想说，我在这个孩子照顾他，我为了要求回报。你不会想说，我照顾这个孩子是为了他长大之后他一定要回报我，所以我才照顾他。你通常你照顾一个孩子，你一定要花费非常多的心力、非常多的精神，为了让他可以成长。你不会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想说，哦，他有一天长大，他一定要回报我。通常不会，你也想说，我要怎么样帮助他，让他成长。耶稣说，这样子的服侍，也好像我们在服侍神一般。你在服侍神，你也不会想说，哦，神啊，我服侍你，我是为了得到好处。神啊，我为了服侍你，我是为了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我来服侍你。我想我们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也就是说，服侍这些孩子也如同像服侍神一样，不是要求什么回报，而是看见这些孩子生命成长、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喜悦。而耶稣也说，接待这一群像孩子一样的人，也好像接待我。耶稣也说，以服侍小孩的心态去服侍，也等于是接待耶稣，因为耶稣也是这样不求回报的去服侍那些卑微像是小孩一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接待这些孩子、服侍这些孩子，不论是教会，甚至是你自己的孩子，尽力的去服侍他们、帮助他们，更重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更靠近上帝。而第二个，我们要看重孩子。为什么看重孩子？也让我们可以更加去认识上帝。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个性也都不一样。但是在这些孩子不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特别的样子。我们看这些自画像，大家都画不一样吧？应该没有长一模一样的。就算是双胞胎，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重这些孩子、接待这些孩子的时候，也再次认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坐在这边这群的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会是如何。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孩子，当我们帮助他、鼓励他、带领他走在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当有一天成长，才发觉哇，上帝，我再次更加认识你，因为我看见一个孩子生命改变了，奇妙的作为。所以接待服侍孩子，也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是儿童主日学的主日，儿童的主日。我想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耶稣交代我们的是什么？带这些孩子来，带这些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论是来教会，不论来主日学，或者是你在你的家庭当中自己有家庭的祭坛，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带你自己的孩子认识这个信仰，不要禁止他们，引导他们，而且不断为他们祝福。同时，我们也让我们再次思考啊，我可以怎样也像一个孩子一样，如此的单纯，如此的依靠在神的面前。也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大的群体当中，不是只有我们成人的主日礼拜而已，更重要，我们看重这些孩子，看重这些主日学的这些学生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鼓励他们，祝福他们，因为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耶稣说：“让这些孩子来到这里吧。”耶稣说：“让这些孩子来到这里吧。”不仅对他们说，也再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因为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上帝国同在的地方，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如同一个孩子的国度一样，如此的单纯，如此的依靠，如此的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天父的孩子》，这首诗歌叫《天父的孩子》。